南摩。第三是多劫羌佛说。释法折言56。人分劣美之存，动物亦然，何堪美上也？时有动物胜货之力，他所具之毛色变异，斑艳秀获，凌空而至，覆水而游。而人之二者，不居其一也。货之抗力若超诸物，唯在才德之和，方可取之。现实生活中，有的人漂亮，有的人丑陋，有的人英俊，有的人猥琐，但丑和美都是共同于世生存的，动物也同样如此。那么，我们以什么为标准来区分美和丑呢？真正的说，仅从外观的角度来说，往往有许多地方人是不如动物的，动物有许多胜于人的地方。比如，有的动物有五彩缤纷的皮毛，绚丽的颜色，变幻无穷。动物还有各种特殊的功能，鱼可以在水中游，潜底觅食，而飞鸟可以在空中任运翱翔，无所不能等等。但人既不能潜水觅食，也无法飞在空中。从功能和美丽两个方面，人都好些地方不及其他动物。我们人要真正做到美于诸物，超于他们的，唯一的就是我们的才华和道德，两者方面合起来就是最美。这是心灵和物质之共和之美，是任何动物所不能相比的。如果不做到这一点，人就比动物还不如。因此，才华道德的修养是至为重要的，是为美上之精要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。